話說體育大樓嗰邊嘅建築物樓層嘅順序係 G、LG1、LG3、LG4、LG5 同 LG7。咁 LG2 呢？傳說有個門口可以通往呢個地方。每一年嘅 O Camp 都會有機會要求呢啲 freshman 去尋找失落嘅 LG2。有一年，一組4人帶住一支電筒，被迫向住 LG2 進發。新生最後點樣，冇人知道。知情嘅人士都唔願意講任何嘅嘢，而且喺以後嘅新生營裏面，都冇人再提 LG2 呢個項目。究竟點解會冇咗 LG2 嘅呢？以前嘅 LG2 發生過咩事？既然冇咗，點解又會有門口可以入到去嘅呢？蘑菇下的 LG2， 5月 KCQ 爺逢星期三晚8點鐘喺 LG2 等你。